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在地新闻》，我是齐莹莹，来看这个各地的情形。因为这连续假期，大家所在拢真闹热。来看连假第二天，看南投溪头透早就真侪游客来停车场，早起9点讲拢已经甜啊，边个道路嘛拢塞车，而且塞甲变过，讲塞偌远10公里远，有人等2点钟也无法度入园。业者讲，这个大房率差不多有9成，估计一天入园差不多有6000人次。记者伫现场嘛看到，讲溪头园区有真侪游客，也过真少人挂嘴烟，园方只好用放送的，提醒大家爱保持安全的距离。要去溪头的路，透早就塞车。愈往溪头车愈多，车程有10公里长，有人塞几点钟。大概2个小时。2个小时哦，啊，塞很久哈。塞很久了。从集集出发的，然后我8点就出来了。啊，到现在已经10点20了呢。对啊。塞很久哈。2个分钟走了。对。就算真无简单，驶入要到园区，车位嘛要找几步。五日连续假期第2天，天气真好，真侪人去溪头佚佗。园方讲大房率超过9成。期的入园人数应该会达到6000人次以上。就今天就6000人。对啊，那这4天你们预估大概多少人？预估我想应该4天加起来应该会有2万多人次入园。因为游客可能是感觉人伫室外，就算呢钱客出入伙，拢无人挂嘴烟。园方讲会透过放送，尽量提醒大家要保持安全距离。